好啊，冇電啦，再嚟啊！頭先應該錄咗啱啱1個鐘頭10分鐘鬆啲啊，即係照計應該9點0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可以踢得早，踢晒啲就最好啦，開開心心，好難得有波踢。好，你上後海後攞波啊！俾啦，俾啦，俾啦！最遠，最遠！係咪自己睇嘅咋？我 send 翻俾大家，自己睇嘅咋，冇㗎。冇，擺上去都係我自己都幾個人睇啫嘛，冇人會救。錯我喺度。冇人會救，你放心。等啲。